歡迎咁多位嘅朋友，大家好，我係今日嘅大會司黎國輝啊咁啊，歡迎今日大家嚟到荃灣全新天地啊，出席我哋由香港交通安全隊主辦嘅精明有禮道路使用者推廣活動嘅開展禮啦。喺呢個時候啦，我哋要請幾位嘅揭幕主禮嘉賓上台就座先啊。首先有請道路安全議會主席鄧金滿副警務處長行動，香港警務處服務質素監察部黃福全助理處長。跟住有請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黃國偉總警司。跟住落嚟有請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吳可珍處理總警司。再接住落嚟有請監警會主席翟紹唐資深大律師。跟住有請道路安全宣傳運動委員會主席鄭錦中博士 MH OSTJJP。跟住有請香港交通安全隊總監林志傑醫生 BBS MH SBSTJ。香港交通安全會主席崔志仁先生，贊助人香港交通安全會會長李文斌先生。接住落嚟有請香港交通安全隊總監林志傑醫生 BBS MH SBSTJ 咧，為今日嘅活動咧致歡迎辭嘅。今年咧就會有3個重大嘅項目運動會推出㗎。第一個就係關於一個係家庭道德觀念㗎，我哋以禮貌推出，我哋希望咧將一啲咁嘅道德觀念咧係編入我哋嘅教科書裏邊，即係話訓練嗰陣時候咧，等一新嘅一代咩叫做禮貌，點樣尊敬人哋，呢樣係好緊要㗎。咁第二樣嘢嘅話咧，係年初已經做咗㗎啦，就係關於一個係推廣一個遊客道路宣傳嘅安全信息。咁啊，得到警務處啦、入境處啦、旅遊事務旅遊協會同埋呢個旅發局咧係支持㗎。咁亦都喺個口岸嘅禁區啦，譬如海陸空啊、機場啊、口岸咧，係喺禁區裏邊派一個係呢個宣傳嘅信息，俾啲遊客同埋喺收音機做一個宣傳㗎。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呢個係精明有禮道路使用者㗎。呢一個項目嚟計咧，主要係集中於一個係和諧社會同埋呢個道路和諧為主㗎。咁因為舊年嚟計咧，香港交通嘅傷亡數字同呢個兇殺案相比嚟計咧，係倍計嘅，係幾倍嘅高咗。交通安全宣傳咧係一個係簡單又容易俾人忽略㗎，所以我特別咧係呢個注重一個交通安全嘅宣傳。咁我哋咧將係喺呢個係無線電視台啦，係拍呢個5集嘅呢個係連續劇，同埋啲 API 宣傳嘅推廣。除咗之外咧，亦都喺電台每日16次，係會播半年嘅時間推廣一個安全信息㗎，同埋仲喺網站。仲有咧就當呢個選完呢個區議會之後嚟計咧，我哋會係預備喺同呢個路政署申請1000個呢個議員牌喺街裏邊咧係推廣個交通安全信息㗎，同埋一個禮讓。好啦，而家有請道路安全議會主席鄧金滿副警務處長行動咧，為我哋支持嘅有請。近年咧喺呢個執行呢個交通法例嗰陣時咧，係我哋睇到有呢個投訴呢個警員嘅數字咧係有所上升嘅。我哋相信可能部分原因咧就因為執法嘅人員同一般道路使用者大家嗰個觀點個角度唔同，可能亦都引申出有啲溝通上嘅誤會，所以引致啲投訴。咁喺警務處嚟講咧，我哋係要求我哋嘅同事咧一定要係以公平、公正同埋專業嘅態度咧去執法。咁喺呢個培訓我哋嘅人員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呢個增加咗，譬如咧引入咗呢個警政心理學、衝突管理，希望咧我哋同事咧喺處理呢個有關可能引起嘅衝突嗰陣時咧，可以更加好咁處理。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要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開幕禮啦。除咗我哋今日台上嘅主禮嘉賓之外啦，亦都我哋請到幾位嘅宣傳長官咧一齊陪同我哋今日進行呢個開幕禮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請佢哋出嚟啦。首先有請謝雪心隊監、李麗華隊監、陳曉琪 Kelly Jackie 高級副隊監、張柏文副隊監、曹越高級助理隊監、楊慧清高級助理隊監㗎。跟住咧，我哋要請我哋3位嘅特別嘉賓啦，包括有馬國明啦、姚子羚啦同埋胡鴻坤嘅。仲有位非常之重要嘅朋友啦，就係香港交通安全隊嘅好朋友 Kingson。我請埋 Kingson 上台啦。好。
3、2、1。Road Safety 道路安全 Traffic Law 交通法例同埋 Courtesy to Police Officer 尊重執法人員㗎。嗱，記住啊，多多參與啦，亦都最緊要咧就係注重下交通安全嘅重要性啦。三位你哋好啊！嗱，佢哋咧就係我哋啊交通安全嘅廣告當中啦嘅3位嘅其中主角啦。好 Road safety 道路安全，冇錯。顧名思義就係無論你係行人或者駕駛者，都要好專心留意路面嘅情況，冇心急同埋大意，都要遵守交通規則。係。交通規則。仲有要顧及顧咩？及自己嘅時候，都要顧及其他人嘅安全㗎。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一班咧更加大嘅大朋友咧，為我哋咧用另一個方式咧去宣揚呢個交通嘅重要性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明愛中區長者中心同埋中西區樂民社咧一齊為我哋咧去表演一啲嘢。過路依法例啊，交通燈要睇，咁就永遠都冇閉翳。代揾嗰2000蚊啊！你慢慢有排使啊！萬一唔好彩，交通出咗意外，手腳健康出咗問題，你一家大細都唔好彩，出入要坐輪椅，大小二便都要服侍啊！埋沒你嘅天才，此生何時了？諗落都制唔過。其實咧，道路安全係無論駕駛者同埋行人駛道者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安全第一，大家都係記住2個字得㗎，安全。係咁咧，我覺得作為宣傳長官咧，咁當然要宣傳我哋道路安全嘅口號啦，就係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啦，希望做到。我係青年人啦而家，咁我覺得而家啲青年人咧會好好勝咧，或者好急躁嘅。咁我就譬如話佢哋可能會參加啲非法嘅賽車啦。咁我係咯，我覺得佢哋即係作為一個駕駛者咧，一定同埋要互相忍讓啦，一定要。而我哋行人使用者咧，就一定要留意翻道路上面嘅安全同埋嗰陣時嘅情況先好過馬路咯。發生交通意外時減低傷亡。1、2、3紅綠燈 D 冇錯啦，發生交通意外時減低傷亡。散落了，佢風不再飄，能回頭思憶暫時。從進夢裏最美麗那一縷。真正看你從眼前慢慢退，慢慢退，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嬌媚，我的讓步換不回你一些些，我該就此放手，不再追。我怕就怕失望。其餘一切也不枉，所有代價通通寫過，心血都流過，沒去害怕，撕掉稀罕，忘情才游到彼岸，我命裏結不出因果，真假如浮雲天也在看。喺呢個時候咧，首先啊，請香港交通安全隊總監林志傑醫生咧，致送紀念品俾我哋其中幾位嘅主禮嘉賓，有請。首先要送俾咧就係道路安全議會主席鄧金滿副警務處長行動嘅，跟住落嚟咧就要送俾香港警務處服務質素監察部嘅黃福全助理處長。跟住落嚟咧，有請香港交通安全會主席崔志仁先生咧，就致送紀念品俾我哋今日其中幾位嘅主禮嘉賓啦。首先，我哋要送俾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黃國偉總警司，跟住咧就要送俾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吳可珍處理總警司，
好，跟住咧有請贊助人咧香港交通安全會會長李文斌先生咧，致送紀念品俾我哋今日其中幾位嘅主禮嘉賓。首先有請監警會主席翟紹唐資深大律師。跟住要致送俾道路安全宣傳運動委員會主席鄭錦中博士 MHOSTJJP 嘅。跟住咧由我哋嘅主禮嘉賓咧，道路安全議會主席鄧錦滿副警務處長行動咧，致送紀念品俾我哋今日其中一位主禮嘉賓㗎。首先要送俾香港交通安全隊總監林志傑醫生 BBSMHSBSTJ 嘅。跟住落嚟咧，致送俾香港交通安全會主席崔志仁先生。跟住落嚟咧就係致送俾贊助人香港交通安全會會長李文斌先生。跟住咧由我哋嘅主禮嘉賓香港警務處服務質素監察部黃福全助理處長咧，致送紀念品俾我哋今日其中幾位嘅朋友㗎。首先致送俾香港交通安全隊黃啟進高級助理總監。跟住咧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黃國偉總警司咧，致送紀念品嘅。致送俾香港交通安全隊陳啟祥高級助理總監，跟住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吳可真處理總警司咧，致送紀念品俾香港交通安全隊文志華高級總隊監，跟住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監警會主席翟紹唐資深大律師，致送俾我哋香港交通安全隊鄭仲科高級總隊監。跟住又請我哋另一位嘅主禮嘉賓，道路安全宣傳運動委員會主席鄭錦中博士咧，致送紀念品俾香港交通安全隊李國耀高級隊監㗎。喺節目完結之前啦，我哋咧亦都要請我哋今日啊咁多位嘅嘉賓啊，影翻張大合照咧作為留念㗎。好，唔該晒咁多位嘅朋友，唔該晒咁多位嘅主禮嘉賓，亦都唔該晒咁多位嘅長官啦，更加唔該晒咁多位嘅藝人朋友啦。